承认你是个贱人，是个从小就不知廉耻的贱人。我或许可让他留住身上的美妇裘皮。母亲，继儿不要这衣裳。恭喜公子，恭喜米夫人。公子和米夫人的故人要见你们。哎，这是官服和鞋履，还有首饰，请公子跟米夫人沐浴更衣吧。母亲，这位故人是谁？会是大姐姐吗？应当是吧。总算盼到了，大公主终于要见公子和夫人了。可怜天剑，可不是嘛，可不是嘛。有劳议程，容我们母子梳洗更衣。好，好，我在院外伺候着。哎，快，把东西放下。你们可知，我刚才在沐浴之时想到了何事？我是在泡进温暖的热水之中，恍然觉得能有这么个热水澡洗，就算即刻死了，我也甘心。夫人，做人怯懦，前一刻还和晋文公重耳相比，后一刻就能臣服于一顿饱食、一件暖衣、一桶热水之中。夫人和公子这几个月太苦了，好在有了大公主，我们苦尽甘来了。母亲，继儿，母亲，看着新衣新鞋，好舒服，好暖和呀！仙儿说的对，我们苦尽甘来了。这，公子这衣服真好看。这，公子还冷吗？一点都不冷。母亲，待会儿大姐姐会给我们吃什么呀？公子馋了。大公主召见夫人和公子，为什么不在燕宫里，却要去黄金台呢？适才我也疑惑。母亲，继儿想，燕国是以礼贤下士而闻名天下，世人皆知黄金台，而不知晓燕宫。大姐姐在黄金台召见我们，应该另有一番含义。公子说的有道理。马车来了。夫人。真的很气派。上茶。坐吧。多谢。米夫人，据说楚国人最喜欢吃的就是温鼎烩肉了。为了您来呀，特地为您准备的。没想到义后还知道我们楚国的风俗。夫人，公子请自便。继儿，继儿等大姐姐来，继儿不可军前失仪。以后政务繁忙，一时无法脱身，我们等等无妨。以后。
怎么？难道请我们来的不是以后？世上真是有人死要面子活受罪，已经积火烧长了，还硬撑着要见你心仪的以后。可惜以后已视你为婢女。怎么是你？10几年不见，月妹妹，别来无恙啊！母亲，这位夫人是何人？她是母亲楚国的故人。想来，这位就是秦国质子公子季了。我是何人？我不仅是你母亲的故人，还是今日设盛宴款待你们的主人。我夫君一人之下，万人之上。我是燕国国相的夫人。今日也是你一手安排。看起来你确实穷途末路。听到杯盏之声，就这么快奔到我这儿来了。这黄金台华宇楼阁，这厅内温暖如春，该没有让你失望吧？哼，富贵不过是过眼云烟而已。的确是过眼云烟。你给秦王当印妾，刚刚享用了几日富贵，就被赶出秦国，茫茫如丧家之犬，急急如漏网之鱼，可喜可贺啊！依仗权势，虎虎之威，一手遮天，难掩天下之目。我不图掩天下之目，只让国相对我言听计从，已足矣。既然妹妹到了燕国，我该尽地主之谊，全力款待才是。这么说，让人偷去我的钱财，放火烧了我们的住房，也是你一手谋划？哪里用得着我谋划？勾勾手指，便有无数人争着去做。无耻！米夫人且慢，既然你如此有骨气，为何对我的施舍受之不缺？什么施舍？我绝对不会要的。这虬长凤履并非凭空而来，你和公子身上的每一寸履，都是拜我所赐。你我言语不合，话不投机，物归原主才是正理。米夫人，请吧。这冰天雪地、赤身露体的，冰天雪地，只怕米夫人在秦国和楚国都不知何为真正的冰天雪地，尝尝定是别有滋味。但赤身露体从这黄金台走出，却有碍风化。赵臣在。米夫人，这是我在大街上从2个冻死的乞丐身上扒下来的衣裳，也许正适合你们2人的身份呢。怎么难过了？从楚国到燕国这么多年，我日日都盼着这一刻。你对我也就算了，继儿不过就是一个孩子，你们为鬼为魅，你冲我来啊！也是，衣不遮体，赤着脚走回去，说不定就冻死在半路上了。你若心疼儿子，不如此刻就跪在我脚下，承认你是个贱人，是个从小就不知廉耻的贱人。
住身上的每副裘皮。母亲，继儿不要这衣裳。继儿，夫人，他们把你们怎么了？这会都坏的。请背着起来。这，车夫，停车。快起来！快起来！你们是何人？为何困顿在这大雪之中啊？我们是秦国之子，这是米夫人后公子建。在下苏秦，在秦国与米夫人曾有过一面之缘。快请贵人上车。多谢。来，快点儿。当心。